有一寡县市因为较无钱预算的关系，一年敢若会当互代理老师10个月薪水甲聘用期，所以无教就无钱。也毋过伫嘉义市对108学年度开始就行伫上头前，因互嘉义市内底310个代理老师完整一年的聘用期甲薪水。也若财政有淡薄较困难的嘉义县，代理老师伫今年聘用期是11个月，县政府是望讲，伫明年嘛会当完整调整到12个月。专心替学生上课，伫嘉义市破爱国小做代理教师已经9档的王老师，以前拄着学校歇落的时阵就会无收入，即马已经无这个问题，对于来讲感觉真轻。像我们之前会申请失业补助，7月到8月可能就是1个多月又几天而已，所以我们完全申请不到那样的费用。那自从嘉义市它有这样的全新的话，对我们生活上面的稳定度，还有心情上面的稳定度，对我们代理教师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不管有薪水无薪水，其实老师拢会足认真回应家长的一种需求。但是即摆有薪水了后，老师做着更愈安心所以咱对于学校来讲老师的迄种师资来源会较稳定。财政较困难的嘉义县，代理教师目前聘期是11个月，即马嘛希望调整做一年12个月完整聘期。有很多县市还是10个月，我们其实已经演进到11个月。那满聘是我们的目标。那当然，以财政5级县市的这样的考量，我们确实还有一些缺口。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获得我们的长官的支持，我们会再跟教育部来积极争取经费。我很喜欢嘉义县这个教育环境，所以如果可以有完整的聘期，然后也会让我比较没有经济的负担。嘉义市为108学年度，就予310个位登记的代理教师完整的1年聘期，是台湾头一个实施的县市。嘉义县教育处表示，今年的聘期会延长到7月31日，后一个学年度就为今年8月1号到明年的7月31日，予原来符合资格的代理教师拢有完整的聘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